我係 Don， 係布里斯本嘅城市規劃師。呢幾日好多人喺 WhatsApp 群組瘋傳 Flood Awareness Map， 但其實 FAM 唔係即時水浸警報，而係平時用嚟評估長期水浸風險。Flood Awareness Map 透過歷史數據顯示某啲地區過去曾經水浸，適合用嚟買樓、租樓時做參考或者計劃防洪措施。不過極端天氣可以打破過往預測，好似2022年布里斯本水災，影響範圍遠超預期。低洼區同溪流附近暴雨期間可能會出現地表水浸，呢啲情況地圖未必顯示得到。如果要應對即將到嚟嘅暴風雨，應該同鄰居守望相助，特別係獨居長者或者行動不便嘅人。要留意澳洲氣象局即時預測，同記住布里斯本市政府嘅災害警報電話。暴風雨前檢查排水系統，清理水渠，固定戶外物件，減低水浸風險。如果住喺低洼區，記得將車泊去較高地方，避免揸車經過水浸路段。Flood Awareness Map 係有用，但應該配合即時資訊同實際行動，先可以真正減低風險。要獲取最新天氣預測，可以去澳洲氣象局網站。